65歲嘅人生大事。各位街坊大家好，如果你今年或者出年就滿65歲，恭喜你！你即將迎來人生另一件大事，申請聯邦醫療保險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紅藍卡 Medicare。好多人以為到咗65歲，政府就會自動寄張卡俾你，大錯特錯。如果你唔主動申請，分分鐘錯過期限，後果唔單止係冇保險咁簡單，仲可能面臨跟你一世嘅終身罰款。今日第6集，我哋就教大家點樣捉緊黃金申請期。紅藍卡 Part A、Part B 部分係乜東東？紅藍卡最基本份 Part A 同 Part B 兩部分。簡單嚟講，Part A 係負責住院嘅。如果你或者配偶喺美國做嘢，交稅滿10年，40個點數，Part A 通常係免費嘅，唔使交月費。Part B 係負責睇醫生、做檢查嘅。呢部分係要交月費嘅，2026年標準保費大概係202.9元一個月。記住 A 同 B 係基礎，缺一不可。記住313黃金期，幾時要申請？呢個係全集最重要嘅重點，請大家記住一個口訣：313。你嘅首次申請期 IEP 總共有7個月咁長，就係你65歲生日嗰個月，再加埋之前3個月，同埋之後3個月。遲到嘅代價，罰款跟一世。點解我咁長氣叫大家準時？因為遲到真係好大鑊。如果你錯過咗呢7個月嘅黃金期，將來再申請 Part B 嘅時候，你每遲咗1年，保費就會永久增加10%。聽清楚，係永久增加，即係罰你一世，條數加上去都幾襟計價。所以千祈唔好搏，準時報名最穩陣。我仲做嘢點算？有好多勤力嘅街坊，到了65歲都仲做緊嘢。公司本身有提供團體醫療保險，咁佢哋仲要唔要而家申請紅藍卡？呢個情況取決於你公司嘅規模。一般建議係 Part A 照申請先，但 Part B 就要問清楚 HR， 睇下你現有保險算唔算合資格。如果公司夠大，通常20人以上，你就未必需要即刻申請 Part B， 退休後再報就唔會有罰款。總括嚟講，對於絕大部分街坊，記住313，喺65歲生日前3個月搞掂佢，就萬無一失。申請好 Part A 同 Part B， 係咪就搞掂晒？可以高枕無憂？未㗎，因為原始紅藍卡 Part A 加 Part B 其實有好多窿窿罅罅係唔包嘅，例如最重要嘅處方藥費，而且自付額都幾高。下一集，第7集，我哋會講下點樣用 Part C 紅藍卡優勢計劃同埋 Part D 藥物計劃去填補呢啲缺口，幫大家慳錢又慳心。